裸露的伤疤不一定是羞耻的证明，也可能是勇气的勋章。遗体是在彩虹活动底下被群众发现的，身边只有一个闭气的，没有任何的生理痕迹，而且我们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大量的伤痕。弹片，这个弹片应该是很久远了。所以说，这个老太太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几天后，经警方核实，公园往生者的身份确定了，名叫刘美兰。抗战时是一名随军慰安妇受害者。那晚来殡仪馆偷运遗体的老人，就是刘美兰当时生下的孩子。这是我娘留下的一切，就按她说的办。遗嘱，如若死了，把我捐出去，不穿衣服，让人看到那些伤，忍了一辈子，不想见人。这也是他吗？那时候他才15岁，看他笑得多好，多舒心。这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真正富裕，能是自己主演的。以前都在想，怎么让往生者走得漂漂亮亮的，拼命地替他们的遗体修饰、遮掩。这一次，却要想怎么才能让他受过的伤显眼一些，让祭奠他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今日将在市殡仪馆为刘美兰举行公开的告别仪式，让所有市民朋友们开放。这一次，他要用自己这具不那么完美的遗体，去完成他这辈的诉说。1942年，年仅15岁的人被日本军抓捕，送死军国里。2年后，他趁着生产逃跑时，遭到重武击。虽然命到没有死，弹片却留在了体内，并被70多年后的今天，割破了他的肩膀。这种咬人疼，在经历过巨大的痛苦与欺辱，他依旧凭借着坚韧之心，度过了生命中的至暗时刻。他们是慰安，但慰安妇不是他们的名字，请记住，做错事情的人从来都不是他们。